结果就是伊知影伊有法度通阁活落去，因为上帝与他同在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常常是因为家己互家己惊着，因为家己无信心，家己软弱，家己也阁有所欠缺。你袂使怪天怪人。我伫遮有一个故事，这篇故事讲，就爱互你家己成做珍珠，互你家己成做一粒珍珠。这个故事咧讲起，有一日有一个少年人来到大海边，伊打算要结束家己的生命。为什么要结束家己的生命呢？因为伊感觉伫这个社会上，伊无什么前途。伊感觉到对伊的现况已经无满意。当伊往这大海海涌直冲来，准备要撩落去自杀的时阵，忽然间有一个老人对遐经过，看到伊，就走进前去甲救来，甲救，意思讲唔通撩落海涌落海底，伫遐来自杀。这个老大人甲这个囡仔讲阿囝，细囝，你甲我讲你什么名？你态度会选择这种态度会安尼，要来结束你家己的宝贝生命，要来跳海，要来行去海来跳海跳港来死呢？这老大人就甲问，我甲你讲，这少年人甲老阿伯讲，你无法度人帮忙我啦，我看还阁互我死的好啦。少年人真艰苦心安尼讲，我相信咱会当体会到这个少年人的光景甲面对着的代志。这个大人讲：少年的你还未甲我讲，你哪会知影我无法度人帮忙你？我咧问你讲，你有啥物代志，哪会要安尼？你无甲我讲，你哪会知影我无法度人帮忙你？这个少年人讲：好啦，我咧讲啦，讲嘛无要紧啦，无使讲啦。我的名叫做安迪啦，这安迪就讲，我知影我是一个优秀的人，因为我拄对一个公立大学毕业。阮兜的人嘛望我会当找到一项真好的工作，而且我嘛相信家己会当找到真好的头路，达到这个愿望。安尼对毋对？对。但是可惜无人欣赏我。无人重用我，我会当找到的工作是敢若一个小小一个公司的一个小职员啦，我感觉无意思。这老人真正定睛甲伊讲：安迪，请你阁继续讲，我真足咧甲你听。这个安迪伫遐讲，所以我感觉我家己太失败啦，我的困境无法度，无人通甲我解决啦。我的理想无法度人实现啦，安尼我活着还阁有啥物意义呢？哇！这个安迪愈讲愈伤心，目屎才滴落来。老大人毋知要安怎甲安慰，老大人并无回答伊啥物话。这时阵，这个老大人只有去加落去，伫海波的所在，伫迄个沙滩上捡一粒沙，摕起来，互安迪看。然后将这粒沙，互安迪看了后，将这粒沙搁弹落去海滩的沙坡的顶面，讲：安迪，请你将我拄仔互你看迄粒沙，你甲我捡起来好无？各位，好捡无？好捡无？恁咧害头啊！安迪讲：哪有可能啦？这海波拢嘛沙。你拄仔摕迄粒沙，我哪有法度人去捡起来？你弹落去，我知影伫即角啦，毋知倒一粒啦。我沙哪有法度？这个老大人没有说话，对落地底佫摕一粒真明亮的玻璃珠真珍珠，用钻金珠钻，为落地摕起来互看，甲弹落海沙的涂骹的状来。然后甲安迪讲：“你会使将这颗珍珠把我捡起来吗？”
安对，当然可以啊，水压落去，水甲扣起来。这老大人甲安迪讲：“安迪，你应该明白我安尼做的意思啦。你应该知影，现在你也毋是一粒珍珠，所以你袂当要求别人立刻肯定你。如果别人若肯定你，迄就表示你已经互家己变做一粒珍珠，才有法度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意义真深，让自己变成一颗珍珠。这个安迪少年人有所思地的想，唔通总是感觉家己能力外强。常常浸伫咧过去的荣耀内面，直到咱面对着小小的困难挑战的时阵，咱就忙了手脚。有时咱拄着困难，咱就动摇了成功的信心。如果若是安尼，说明你也袂当成做一粒珍珠，就是你着爱搁磨练，你着爱搁需要搁较济，搁较济。人生的经历、属灵的追求，各位，以色列百姓到伫红海前所拄到这个造物，摩西真清楚，一定有上帝的旨意。既然上帝应允，互伊来带以色列爬出来的，既然上帝已经准令带以色列爬出来的到遮来。上帝绝对袂到中途就放手，所以摩西真有信心，对以色列百姓讲：无得惊，做恁徛地，恁注意看，今仔日耶和华对恁所要行的拯救，恁着静静，毋通出声，沉着。今仔日伫这个时代，咱做者每一个基督徒，敢毋是着爱安尼？使徒保罗。济宣教师，因知为着福音拍拼、拼命努力，因所拄着的造物，所得到的这困难，减无介大介济嘛。各位，但是你看因怎样沉着、静静，信靠上帝，倚靠上帝，老实在在，天条的真理，有上帝咧帮助因，因即款的确信。最后结果，因达成上帝伫因的心上所做一切的救恩。今仔日，毋是你无法度通来达成上所托付你的，乃是因为咱也毋是一粒珍珠，是咱是一粒沙那点。所以你会发现就讲，上帝哪会赐福迄个人？上帝哪会互迄个人伫遐为着伊做遮侪大事工？各位，咱通过这段圣经，互咱学习济，互咱看见，咱面对着困难的时阵，咱应该用信仰怎样持守徛在。伫出埃及记足侪类似即款的记载，求主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求主赐福咱，将伊的平安，将伊的能力，将伊的气力。伫咱每一人的心上，互咱面对着困难逆境的时阵，搁较老实在在，搁较仰望上帝，倚靠上帝。上帝是全能，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上帝伫伊的立理旨意下面，拢总是好。你安尼相信吗？愿主加添咱大家信心甲气力，特别是这个7月。几啊月中间，拄啊过了尔。咱看足侪人咧求平安，咱信主的人，咱无拜拜，咱嘛平安。以前7月，那丧事无人爱举行，我做牧师帮助真侪会友丧葬的，到伫殡仪馆去。那7月上好，空荡荡，无啥人爱用。但时代咧变啊，即摆。7月不管什么月哦，念念的就平安啊啦。
都是很多人为的，是本身人家己互家己惊着。咱信主的人，咱知影，吼，其实平安甲无平安，甲7月、8月、几啊月，这拢无关系。求主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老神在在，有主通过，有啥物通惊吓？我真欣赏过去一个老牧师，叫做杜辉良牧师，伊真会传道理，真会做工。伊无论什么款的环境，伊就是传福音。所以当时伊伫家人安乐教会，哇！迄阵咱左宗敬牧师的爸爸，杜忠敬牧师的爸爸。迄阵教会青年是100-200个，100-200个。我迄阵伫隔壁安乐的家人教会，我真心酸。杜牧师，伊怎样勇敢传福音？伊怎样伫什么款的环境，徛伫信仰，沉着面对这困境？有一摆，一个长老甲我讲，有一个青年出车祸，伫12路口出车祸，人躺在那个十字路口。通知牧师，迄个时阵倒牧师骑三轮车拼去，到12路口的时阵，迄个青年倒伫遐，警察拄要来尔。大家伫遐乌空空咧讲，牧师我去三轮车等咧涂骹，随时走去，甲迄个青年人揽起来，揽伫胸坎的，伫遐大声祈祷。各位，今仔日即个时代要有什么款的牧师，什么款的兄弟，看见咱的兄弟拄着困难，舍身伫遐安尼勇敢伫遐，真好胆来见证。我深深感觉，这个时代咱属灵教会兄弟，的确毋通因为咱所面对着、看到预计的将来，来伫遐惊吓论呢。主若为咱，咱有啥物通惊吓？有主伫船顶，我们不怕风浪。你相信吗？所以以色列百姓。因还未到稳定的时阵，以色列百姓多摆反反复复，结果可笑。包括摩西到伫最后要入迦南地，煞无入迦南地，互遐个少年囡仔，伫迄个出埃及了后所生的囡仔，才有入去迦南地的所在。就是因为因袂当处变不惊，倚靠上帝，持守到最后。就是帮助咱每一个兄弟，伫咱即个时代愈乱、愈黑暗、愈复杂的中间，咱基督徒愈坚定、愈徛在、愈来定睛，用基督福音来救台湾，用基督福音来见证上帝的伟大甲奇妙。大家来祈祷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互阮短短时间三甲通过出埃及记。思考宝贝话语，主你互阮看见早期你的百姓怎样出埃及，也看见怎样面临着困境的中间，上帝你所差遣阮信仰的先人摩西教示以色列百姓，原因伫遐毋通惊吓，只要徛在。自寻来看见上帝，你为着因所要行的拯救，佮着静静无出声，仰望你的带领。主你也安尼来提醒阮、教示阮、帮助阮，互阮每一个兄弟，伫阮过来年日，阮怎样徛伫信仰灵命的顶面，也好胆进前，无论呢，无惊吓。愿主的救恩作为伫阮的心上来显明，阮安尼恳求祈祷，靠主圣名，阿门。